摩托车，刘大师，它可以用豆皮，还有那个印尼的越南那个五六属业那种，对不对？刚才一直在猜题目。那个什么字？几个字？2个字。因为是米纸。超。菇哦，请记总得选猫熊哦。其实可以，我吃过。有生菇吗？香菇可以。这个可以，香菇。我吃过这是六婆，香菇六婆。静心哥，你都是怎么叫傅明杰红窗呢？就是用叫名字，小米吗？叫小米。夏富敏。我现在叫小米。几人问啊？阿花姐，你觉得？你猜猜看，你喜欢有的。一小光，一点3面是黑的，一个人就出光了。黑的，还有爆汁，很 juicy，口感好 Q 哦。那我也是只要给水分完全走出来呢。静心，你学到的第一句客家话还蛮改。来，艾米。哇，傅明姐你也太直接了吧！公婆强行，边种金，部首合作的体验，耶！今年讲到呀，嘅公婆又系讲到鼓手，亲戚关系又加系好朋友哦。系啊，庆送假期嘛，通讲两组哦都系好朋友，熟识冻球啊，甲私底下化妆的时间还有情色和鸣闯过咧。啊，真嘅耶，这个练习冻球啊，唔过呢，就算拿好朋友比赛时间，真嘅比赛刚好，真嘅会不小心就走心就让人凶。喂，你容易凶要划重点，真嘅呢，通讲根本要给游戏有这个你最好搞的狂应用办公。真嘅呢，这个比赛就挨一场高就好。对啊，有先吃喉糖啦哈。要嘛等下上快调快嘞。over 啦。错。现在分享到给我们嘅评审欣赏，马上分享到系生之师傅。跟朋友大家好，李师傅好。再过来分享到系小戴师傅。大家好。分享到风吹嘅潜水站系来自桃园芦竹嘅两公婆，分享董敬新大哥老夏富明大姐，欢迎。大家好，好有活力，一看就知道系有练外单工，错吗？错，这个制服看的，我以为是一看就敌情侣装。啊，对，也是。好，来看白欠俩出的强弱系来自陆竹嘅故事，记得系李阿发、左孙林。欢迎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，一看就练铁头功。看得出来啊。讲不出。好了，现在问一下你冯姐，泰国太姐，你真有练外单工对不对？有做17年呢，练了7年呢17年，哎，真的有办法了秀一下吗？哎，可以啊。好啊，来，好，现有慢走。内肩宽，好，提走手，大拇指对心窝，右手放小腹，手心相对，过鼻翻掌，好，掌按指翘，7、8，好，左手放下，好，放到小腹，提右手，放心窝，好。小戴师傅的小腹范围比较大，很大。过鼻翻掌，好，7、8、9，好，开始动起来，右手托天，左手安地，好，停。哇！那他来吃饭这一招是特别针对什么的保养吗？针对目足，目足的保养，营业有做几道牌？应该做70分钟，哇！有12式，有什么样？太系统厉害的资料，中外蛋糕以外，本身还是欣赏。客家以前还是好个欣赏退休，欣赏好。哎，各位张去到中央太空航研研究所，然后出来都搞推广客家话。我说真的，活到老学到老，真的厉害，而且以斜杠很多的身份，本身很黑。中华外内单工运动协会的桃园市的出纳主任。哇，好斜杠哦，好有动力，好有动力。好，那但是驻村妹一点强了吧？卡词完蛋，轻量变，轻翻耶啦！主菜的部分可能就靠静心哥咯。对，真的，对不对？静心哥。我谈过两组系好朋友哦，把剑俩嘴又带好血来了哦。你阿妈该？给酒，你很懂哦。cái地陪读的系千酒哈，冇加水啊，春酒。哎呦，很甜哦。我听到你吞下去了。
你还有肉跟牛念呐，牛念关。嘿呀嘿呀，很你煮哎。那我们鼓手咁样煮，哦，要加埋东西冇？啲袂都会料啊。有姜嘛，有酒，要解。枸杞，柑橘。柑啊係，按用糖機咧，佢用啥可能咩下降鹽吼？鹽咩？哦，你唔係下鹽，没啊你，我糖是什么我在学汤匙，糖係哎，誰？不会讲哎，該不會全國的客語認證你也要參加？要。線上都可以啦。对你考大補槍嘛吼哎？对，乱讲。嘿，Andy 阿姐，没有啦富民大姐蔡永 Q 她去考試這樣。对，佢當然真好啦，真的。哦，啊，孫李阿姐咧，你做乜嘅？都不卡憨憨沒呆子啊，貴婦。對，佢梁生用糖機咧，今天就出來老太搞後外單工啊，哦，他們今天來享受錄節目的過程啊。那豆腐卡一定有很長的做料理吧？每天都要做啦。對啦。你口聽哦，家常菜。你跟他母雞介紹的時間，其實靠阿爸姐呢。反正佢兩隻鼓手啊，係啦用下煮用下食啦唔。怕，我同你講，因為做出來之前我先來搞遊戲，我唔知道要先玩民族最好搞嘅全民用辦狗。沒錯，馬上呢，Andy 先來熱身一下了，金行體育館嘅 PK 賽。向前變困啊！這一關會用神奇嘅方式來考驗兩廚料理嘅基本功有幾層，還有對食材嘅認識有幾多。當然，夫家人之間嘅團結合作咪係當重要嘅哦。大家準備好嗎？一家之主準備來 PK 咯！好，抱歉，你體育館 PK 要搞乜嘅咧？好，就係你最好搞嘅追求嘅全民用辦狗。等下有3分鐘嘅時間嘅限制哦，到底時間啲背度吼，以3人負責來講，另外3人負責來讓主持人共下來談。啊，題目哦，為到該節目當中來顯示，然後不能講到題目當中嘅事哦，講到咧是跳過下一題，然後時間啲背度看哪一組得到嘅題目最多，10張得到1分。冇問題，嘉麗，我們倆先代表來猜拳。來了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 Yes， 你先。好，那馬上就直接就位咯。來。等下男吹已經秋天畢業，大家準備好先嗎？我準備好了，你問幾兩啥？阿發姐，阿發姐，是你。要得緊張，要得緊張，不是緊張啦，好不好？3分鐘哦，計時，搶開始。哦，幾多扎時？幾多扎時兩扎絲，生意咧，20咧，當營養咧，幾多？唔咩？乜嘅？乜嘅聽到？一個咧，明白咧，對，哦，下一題，幾多扎時？要答唔要講，用。跳過，下一題。哦，人家就古老動物去買東西。幾多扎時？三扎絲。動物去嘅地方，傳統嘅。試衝。我買東西，三扎絲。菜市場。當多東西。百貨。好，下一題。不要打自己。幾多扎時？兩扎絲。人家就我食東西哈，我用乜嘅？同事。用整呢？用整。天鳳。好，下一題。幾多扎時？三扎絲。乜嘅？一種搶色嘅。搶菜係。兩扎絲。三扎高麗菜。唔咩？阿發姐團啦。跳甲拍。好，下一題，對，下一題。對了，下一題。哦，幾多扎時？三扎絲。不行團啊？不行團。哦，下一題。兩扎絲。乜嘅？做我們的地哈。可以，你一邊來。兩扎絲。都進來哈。摩托車。兩扎絲。哦，青蛙。對，下一題。幾多扎時？兩扎絲。人家就當我當中要食飯哈，我點嘅菜有一個按到當要專門用吊的切到盤的方冷。香腸。兩扎絲啊。冷盤。哎，幾生動。當好食。切小菜的。當好食。牛。好，講完。下一題。嘅。哦，呀，還有上個當好食咧。幾多扎絲？兩扎絲。加油！有種機器做咩？打到噗。 7吧。咩？打到一塊。影片我寫。打到一塊。亮當好食。第二遍。
继续，这个方向。一遍， 24天，系变冇？有只机器按用神灯啊，打下來啊！蔡冰，哎呀，應該講。下二天，下二天，下二天，衝，下二天。哦，要不衝人哦。哈，你都咋死？當粗量咋死？很臭，很臭。你懂？我衝人哦，腋下我衝人哦，會刺，我會刺衝人哦，人的，很臭用的。咋死？當粗，啊，當後是。榴蓮，過來，好，走來。榴蓮，六拱多，哇，6T 耶！哇，很厲害。哎，該下講到基本上都有啊。其實我覺得阿花姐並不會退，哎，不過很厲害哦。厲害，很厲害。來，好，兩下吼，互相緊張就來看風吹來表演了。我今日倆吹得到嘅題目係6分啊，6T。等一下就看民主倆吹咯，應該冇問題啦。沒問題啊，進行個。兩公婆誒，跟第63年青色和平結婚幾多年呢？兩個一起講，預備起。 46年， 46年，那我們就答對46題。你是我們3分鐘，內在2中哦，內在2中哦。深吸一口氣，等一下就要看一下3分鐘繼續搶開始。幾個字快？幾個字3隻詩然後呢？出邊嘅去嘅食飯家下拿兩盤，當道拿兩盤生唔提你嘅乜嘅？昨天中午意思咧？ 你講別的提示還有呢？哎，我比耶，有一，哎呦，講到咧，排誰？下一題。好，對，幾個字？兩隻詩，真的蠻好吃的。然後是咧，17、8我溫度反天花兩個字，錯，下一題。對，下一題。好，下一個。電鍋拿起來，他說我拿來。一個字。兩隻字嘛，好，然後呢？哎，勺子。兩個字。 蒸蛋，調飯咧，錯，下一題。老師，幾個字？兩隻詩。他講到飯了。哎，你做乜嘅啊？嗬？哎，較好食。芹菜，甜食，兩隻詩咧，香菜。加香菜會怎？加薑會怎樣？一個形容。爆香。哎，錯，下一題。幾個字？兩隻詩。然後呢？ 酸酸的，酸的，強的，檸檬，強勢咧。下一題，我送他一題。三隻詩。然後呢？安全帽。由於你嘅做第詩咧，三隻詩做第詩咧，強勢咧。那個下雨，什麼不愁？大頭。媽嘅要不要改的詩？ 千本龍家時還大頭菜，錯，送你2題。好，謝謝。幾個字？三隻詩。好。1、2、3、4。錯。還有2隻詩。好。什麼？當獎啊！一類嘛嘅。一類嘛嘅。雜菜。一類。聽一隻詩抄嘅，面前2隻詩抄嘅。什麼菜是不是？妹好吃嘞。一撩一撩哎。午餐五花肉。錯，他也聽。它可以用豆皮。還有那個芋泥的越南。那個五六薯葉嗰種，對不對？都在猜題目。那個什麼字？幾個字？幾個字？2個字。因為是米紙。錯。菇哦，真係總得選毛熊的哈。其實可以，我吃過。有香菇嗎？香菇可以，這個可以。香菇，我吃過杏鮑。這是六婆，香菇六婆。兩隻詩。好。我講吼，大概我有清米出來嘅乜嘅？我用藥誒，用嘅東西。好。 9、8、然後呢？再來。 7、6。 往工作誒，你用筆的3，你用筆的1，洗電刀。來，你看一下，民主已經轉，把它烤壓，湯匙長這樣。我沒有猜到。是啊，沒事，教我一下怎麼息怒的外彈弓，好不好？息怒外彈弓。請不要動肝火。不是息怒，那脾氣好的在這邊。我看看。 是啊，你的那個大頭菜怎麼比接安全帽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他拿動胎。
哎呀，所以水妹是梨。没事啊，没事。水妹选这都先补一下啦，风水得到系5分。没有0分。哦，5题2分。风水得到5题哈，蓝水係6題，估錯，藍水得到1分，紅隊我們再加油！恭喜藍隊！好，一個暖身歌後呢，你要看下今日小戴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哋老太姐分享呢。主廚素滷菜。今日呢，你師傅帶來好料嘅，唔過到呀之前呢，我先來提醒大家，等下有隨堂考，好不好？老師加油咯，加油哦！有點盡心啊，夠哦，哈！加油！我們是錄製節目哦。來，小戴師傅今日帶來菜名係嘛3香蘑菇蝦滑。散票。哎，來散票。你啊看到有蘑菇嘛，一般嘿。提香。唔係兩味香嘅部分。哦。奶油。嘿。提香。好。來切菜。青魚香。筍條米。提散票。3香。哦。到一點點嘅胡椒粉，然後係麵粉。那裡是凍到是該火鍋，又該花枝薑啊、蝦香用那種，像木薯芽。好，以後那裡是撈嚟剝下來，把蝦滑對剝下來，啊點啊？點做啲炒菜啊嘛，該做嘅。有你來做個素的那個干貝醬，是不是？會嗎？也有老。會用蘑菇的嗎？蘑菇比較貴，所以講還是用魚漿啦。哦，那做得老，1歲就好了。啊，用一點點麵粉，你哋不多。做乜咁樣用表？不過有一點摩擦力，記得下撈蝦滑釀下去時間，蝦滑咁樣對下來。哦，我釀到底度。對，唔是粉水哈，唔是。蝦滑本身那就是水分嘞。那應該沒老要蝦醬塞進去吧？因為塞不進去吧？是把蘑菇塞進去吧？是把蝦滑塞進去。哦喲，這個蝦子只能塞1口。來讓我們看佢喜歡用動態，丟丟哎，他很細心的哦。不是那個動就按呢，聽聽。他很巧手的，你等下看。好。那你一般賣個蘑菇啊，會有一點樣塗，唔是塗，冇那一些，哎一般奶啊，奶，那個紙巾出的時候是。不是買這種不是噻，不是噻。可是有賞識，其實蘑菇很容易買到不新鮮嘞，會哦，會拜拜嘞，它會變色比較快。對，氧化好像水分啊多啊。哦，唔是噻，係因為你下個菇哦，記到度係溫室，嘿，然後切切它是切熟嘞。哦，浸水嗎？浸水不基本下降鹽污。哦，真的。冇切之前做的，因為佢氧化更強。來咯，展現真廚藝的時刻。加一粒下滾落去嗎？哦，沒有啊，塞進去啦。它本身你袂讀用豉油加啲嘅。這一定會很 juicy 哦。哎，大家用嘅花枝薑啊、蝦醬嗰種啊，對，魚漿咧嚇。哦，魚漿美國嘅，係啊。薑。哎，那都鋪美凍好選。做那個月亮蝦餅。對，而且現在月亮蝦餅凍緊鋪，給當過的皮不是用棉皮，它可以用豆皮。還有那個芋泥的越南那個河粉，混豆薯葉嗰種，對不對？河粉都在猜題目。那個叫什麼字？幾個字？2個字。因為是米紙。得1分。2個字你就知道。但是我覺得羊菇有一個比較清爽的味道。我很喜歡這種米頭哎，因為譬如講做濃湯的時節用羊菇咪下多，嘿，羊菇西式料理大部分都用羊菇啦。冇你等下菇兒凍噴哦，哦你拿來煎呀會讓它乾煎一下。那哪一面先落去呢？一定是不管我們做什麼，一定是甜線那一面先往下，先往鍋底。哎，所以我們一定要放點油。然後蝦滑是不用下去，好，背面給它下去。靜心哥在現場嗎？有。好，來咯，來考試咯。來，好來，靜心哥看清楚啊！看一下，一間呢題目係樣板本了解菇類較夾神種。我先。哦，選項 A 係加入有靈該配料，B 敲打樹幹，C 抹光線該溫室。好，各派1位來猜拳。先來打一架。你猜。好，等一下還不要猜哦。我先講
儿童剪刀石头布的时间，猜猜哦。好，加油喽！剪刀石头布。耶！你知道答案吧？知道。好听哦。A、B、C 哪只 C。冇贡献嘅问题。好听哦。确定。他这样子我看不到哦。哈？他啊，好暗哦。确定哦。暗略好吧？那阿花姐，我们想选哪一个？我也是想选 C。对呀。但是不给选择了呀。A、B 你二选。就 A 嘛，你就试加 A 嘛，不然。为什么啊 B 咩？那我跟树干敲啊？没有啦，哪里有人打树干？对啊。不会吗？民主嘅答案係 C， 白खे嘅答案係 A。好，答案係 B。真的要求这样蹦打树干吗？好，那个答案係 B。好，敲打树干，原因係大概。好，原因係個菇農呢會用大概敲打樹干嘅風聲呢來促進大概菌絲出菇，哦，就會讓大概就有點像本給很起床的感覺，很起床，對，叫它起床。好傲嬌的菇哦。對，菇類生長呢會需要陽光的日頭嘅照射，刺激它的那個菌絲的生長，所以但過多的光線呢會讓樹皮乾裂，所以菇類也難以生長哦，所以要適量的陽光。重的就懂，因為通常還是要放在陰暗的地方。對。可是敲打樹幹，T by T 耶！我還以為我很有把握。哇！哎，有好多哦。哎呦，你還別過來咯。好，那這個不用敲打了吧？這個打的手會被燙到。再說，可以好，啦。差不多到去1分鐘，來固凍夾，開始用奶油撈筍條米下。哎，菇兒哦，真嘅總得是摸熟嘅哈。其實可以，我吃過。有生菇嗎？香菇可以。這個可以，香菇。我吃過生菇。這是六婆，香菇六婆。那個菇啊，冇收幾杯就是得腐腐，對，那就收就唔會腐，就會轉甜。哦，奶油下去。跟住細細火箭。這樣不會太肥嗎？因為散香啊。誒，奶油會香，啊筍條。可是蘑菇老奶油真嘅好朋友啦。對。韓國大家就發現，做乜嘅跟奶油模具可以去是不用落去嘛？奶油會溶解掉。啊，對。對啊，奶油會溶解啊，而且會香港出口在容易燒焦吧？哎呦，錯啊，容易燒焦。夫妻同心啊。因為奶油有牛奶你點會做？它加熱調燒就變粉末，對。好香哦！所以一點點ram下。又相信只牛排的時間，奶油咪係後來一張表，我已經可以吸收表。哈，加醬油哦。一點點呢，有個醬香氣，也上色了哈。好，黑胡椒。哦，這個減脂餐哈。錯，多脂減糖餐。好，你來灌佛，來九層塔。配米蘆薈跟奶油吧。灌佛長了一表哈，用餘溫。可以用餘溫就可以了。而且要冬假就做周尾後哈，金星哥晚上就專一煮滾，富明姐吃好不好？冇問題啊哈。冇問題。那靜心哥，你都是怎麼叫富明姐紅蔥呢？就是用叫名字，小米嗎？叫小米。夏富明。不是啊，叫小米。那他都在樓下叫，因為他做早餐。凍豆簽呢？做早餐了，做好了就往上叫。好好。嫁對老公。好，來擺盤擺好了哈，一點點這個 sauce 把它淋下去。哦。它每一個都有九層塔跟奶油的香味。這個在居酒屋的話，哈，上巴可以起跳嘞，色香味俱全。就是幾人份呐？就現場有幾人就會是幾人份。阿花姐，你覺得？你猜猜看，你想九張？你想講？你是商業去選，一個人就吃光了。太美，阿爸雞。好。好，本台可以喊。三香蘑菇蝦滑。按鈕出後勢嘍。感謝小戴師傅吼，太極卡就用它了拼手困難哦。哦，富沖 T 台，超香的，一口咯。好，現在還分3票。
还有爆汁，很 juicy，口感好 Q 哦。那落去嘅豉之後，嘅水分完全走出來呢。懂甜没？建新哥，你知道那种版？董雄、董后是，第一次吃过吃这个，其实做法不会很难哦。回去可以学。兩副牙這幾道咧？香菇冻有水分，肉冻香，然後還有那個花枝薑，對知道嘞？对，冻香，還有很甜，對不對？对，有水分的，冻有水分，加香菇冻有水分的。哎哦，真緊要用哦。阿姊應該未感受出來，因為菇的處理方式已經最熟悉嘞。对，因为那个菇啊，整个煎豆该水分冻豆啊。对其实如果说煎太熟或者煎不熟，其实那个水分都没有，看煎的刚刚好。懂后是哦。而且敢用拼送豆的又好料理豆腐卡做的吃就困难了。好，鼓手点下累计嘅成绩嚟翻南区1分，红队现在维持是还没有得到分数，马上来金行最杯米馆给挑战。建新哥，你学到的第一句客家话还蛮改。我爱你。哇，凤鸣姐你也太直接了吧！你是不是就是爱上他的实在？哎，不能讲，对嘞，哎，有样哈。家家出好菜，两嘴这等只听嘅题目，第寒天嘅时间，做出一出最上瘾嘅好料理。無論係傳統嘅，也係創新嘅菜式，兩下夾夾拿出嚟嘅好本店，一家之主好料嘅愛掉上做咯。今日我嘅教法呢，你愛來有自聽嘅菜式咯。還有通過兩套料理，有去聽係客家阿妹杜熱天為主嘅，尤其張媽媽哦，講到料理凍沙皮啦。陳媽媽也是，真的了不起，一鍋煮。該不會夏媽媽也是吧？我們來問問林媽媽怎麼說。林媽媽真的哦，這厲害。對。好，今天嘅題目係炒米粉。哎呀，炒米粉。用哪家客家阿妹妙招？那个戴妈妈会吧？会。一定对啊。不管呀，他妈跟妈妈，重点是两组都要被煮。还有，他出喵啊！你那组其实是董哥哥，我们是董爸爸，董爸爸煮的。哎，你风吹呀，给炒米粉有嘛该替色，小小跟他透露一小点就好了。金瓜米粉，当好食，我都終於學個頭擺客家人。搞本好容易，我家人講誒，冇乜嘅我做青排色，要不然我一直電煲，電下我嘅飯瓜煮米炒米粉，本電一下煲本大家看。啊，冇問題，最杯米館跟鏡頭說一下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打第一名。好，來看一下白鉗倆嘴，等下帶來個炒米粉，又買個鐵撇自廚。代代相傳呢？代，哎，幾夠誒？來夠誒，代飯匙。明末清初。哦。阿婆就懂嘅，阿婆阿媽，佢有教你嘛嘅？誒，冇教人來看你啦。你看阿婆粥。對，那裡面的料呢，或是做法的？一天到香菇加落去咁樣香，阿個嗬。下港下鹽，啊個豬肉，啊個其他蔬菜，就香凍香，就當好食的客家。這個是什麼？阿花姐堅持要介紹這個。插在臉上的那個，也係佢自己做的。哦，做嘅秘密武器。香蔥酥。啊，用糖機咧，記到做出來，咪係讓強強就是散香，好，最尾一關有信心嗎？有。好啦，用吹對嘅準備好勢，馬上嚟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咯！3分開始了。哎呀，炒米粉啊，唔單講客家阿妹煮凍為主，對，客家你咪凍好食。對，可是我有一個問題啊，能擺好正經炒米粉一定要放嗎？鹹菜煮肉湯啦，米粉比較乾一點。係啦，嚇，照對紅痛啊。待會看誰真的有準備湯，我們就讓他得第一名。基本上沒有。沒有。好，記得有勁掛。對，可以看。人家得有做阿公阿婆了嗎？有哦，幸福哦。所以你還有一個身份是凍魔漢嘅阿婆。炒。建新哥，你學到的第一句客家話係乜嘅？我愛你。哇，鳳鳴姐你也太直接了吧！我愛你，係你搞嘅啊？應該吧，唔記得按叫嘅。
没有可能是黑沙。哎，这就难讲你要了。挑拨，人家都结婚46年嘞。 46年，杭州的比赛你要后干皮，真的蛮简单。好，小孩我们小孩小孩怎么了？已经两个来的，他也来的做律师，小的来做经理，有三个孙呢。哇，懂 handbook 呢。哦，当律师的很不错哎。对啊，好可惜。读拖一杯也係讀拖啫。都讨厌。哦，那要一片冰嘛该吗？一片白熊，好，來应该冰嘛该。先白，虾米糕也给。好啊，问标一下。哈密那个是泡酒吗？水应该是水啊，呛水，香水。要留等到水，等下之后就加落去。好，看熊哈。我覺得靜興哥感覺是一個肉色嘅人哈。懂肉色，你是不是就是愛上他的實在？不用讲，对嘞，有呀。但是我跟你講，反過來有時候生氣的時候又會覺得你怎麼都不講話你。說你們家的？對對對。两个吵起来很热络，懂闹耶？怎麼很像很甜蜜啊？沒有。好了，你們繼續甜蜜一下，我們鏡頭繼續拍你們恩愛的畫面。我們先走了哦，等一下狗都轉來。阿爸姐，還有孫李姐，我們這個厲害了，阿婆穿下來，剛才就講代代相傳。很少用水果刀切，嘿哈，這個蔥、芹菜，对，是不是因為台豆不給那走嘞？系啊，台豆啊，系啊，磨呀啊切油油的，哦，嘿，我覺得阿法雞開起來就懂不會周川你。阿華姐說真的，你家是不是常常辦桌？他數不出來了啦300多個。哎，2個村呐。对，阿華姐，你要抖練習講下㗎吧，你要考試。好，考試。不過你怎麼解決你要在既然呐？機緣共合發。你的機緣是什麼？當你會當上忙。機緣哦，就是你是嫁給客家人？對，啊，哎呦，先 Q 客家男生周的吧，很走的。赞哈，赞。我先把這個炒起來哦，比較不會。先炒呀。不是，但是等一下我要該菜翕一下，翕不經驗啦。等，了。哎，這就是考驗姑嫂的感情，還沒整緊等候嘅時間咯。馬上係顧，馬上係熟啊。曼瑩係小姑，哎，來你給她感應啊，她老公客家人啊。這個加一點鹽巴吧， 3、加一點鹽巴，加鹽會怎樣？還有味道啊。這個糖哦，哎呀，對啊，好啦，我們先炒一下好不好？好等下給我都轉來。好，加油哦。好，加油。哇，這個畫面好美麗哦！可是你為什麼煸的時候加那麼多水啊？等一下會，它會收，對不對？蜜粉會吸水。經過另外煮哦。哎，經過你用翕嘅哦，叫甜味是走天呢，叫甜味啊。熟一點，你又再加進去米裡面。我們用搅拌的，沒講直接這樣子。小戴不要被自己設限。你知道炒米粉一定要揀米頭最主要嘅精髓係乜嘢嗎？肯熊、乜嘢？香菇、蝦米，最波米嘅時間要揀乜嘢？應該有演習耶，不過他沒有買到。哦，他的問題。對他，可是我用快菜來代替，快菜都壓量係做快菜。不是，你都要打個腐折粉啊。哦，腐折粉都買。一斤愛啊。哎，富明姐，老實講哦，靜興哥他忘記買到演習，有沒有就是經過一番討論這樣子？我有交代他，問幾個你有買演習耶嘛？幾個每個人都演習耶。還講香菜啦，還講香菜。香菜。哎呀，沒關係啦，就我冰箱裡面有快菜，有韭菜用代替。那富明姐，我要給你一個讚。因為他剛剛講說啊，唔怕啦，沒有吵起來，冰箱裡面有快菜。對，如果是我們家的話，哇，第4次世界大戰。對，你們家應該已經進行到1000次了。對，有批到熊嗎？有哦，太多嗎？不會，還好吧。而且你的跟蜜粉它粗哦。哎，對，這是比較粗的，對的。還好奶勺啊，太等下做然後要水落去耶。好。它唔會團鐵啦。加米水。哦。香菇水加米水。香菇水可以嗎？哎。沒有水，加一點水。香菇水。哎，然後
食料水，那这个就味道就赞了。一定会改。香菜也差不多下去。拌块这个不用下去。没有香菜，用这个吗？还是这个都一样的是吧？对，还没有最后。你得给反光会注意哦。啊，对对，那个可以拌进来吧。这个熟了，我这个好了。哦，等下掉落去之后，哎，对，这应该好的。哇，那这样我们超前呢。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赢哦，对面的。目前你们的蜜粉卡帕哦，蜜粉卡帕，加酱油。哎，为什么葱放下去了？这个还那是韭菜哦，快菜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你们讨论一下。好。阿爸这我跟你讲，养嘞，记得那韭菜放到水里袂煮嘞。好，等你。你看，哎呦，有冇印象哦？这个算是人力纯丽姐哈，请都好啊手哎，还是我刚刚讲我煮出来哈，酱不能插手啊。对啊，你没有插手的余地。你绝对今天系料理的比赛，以及听我带起来。可是两个青啊，标个煮油好厉害哦。对啊，刚刚讲到阿爸这，你自己做的哦。哎，自己做，全部就要做。所以你冰箱都一罐。哎，对。他刚才说啊，后嘛，刚不他赶紧一定会做要给煮油，因为老公一定会要求。你是嘎狗脾气还有长得好呀？嫁过去才学的。对。我觉得你不要再吵我。对。动眼睛都该不要吵我。摸起来让你讲他什么都对。哇，人家夫教回头很重哎。就是要这样子，雪玲姐才给我分数。雪玲姐今天摸了。客家话，看会不会吃下去就不会讲客家话。好。客家话。他赶紧一定会做要给煮油，因为老公一定会要求。你是嘎狗脾气还有长得好呀？嫁过去才学的。对。我觉得你不要再吵我。对。动眼睛都该不要吵我。摸起来让你讲他什么都对。对。等一下。猪油好多。你还有水哦，你也变干了。莫用要再可以这个来。哇，还反手到嘞！还有该哈贡米。哎，哈贡水。哦，这哈贡水。你莫全部倒落去吧。妈，跟米粉的还会个好水也不够。那为什么那深一点不要？那个等一下啊，刚才这个忘记炒了。哇，妈，刚才这个忘记炒了。那就跟我把那个韭菜放到水里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来磨钱好嘿。妈，莫想因为先让你溜起来。对呀。我给它煸一下，要不要？我先把它装盘。哦，不用，等一下还要加进去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其实冇要紧，等它煮好，加不用都当好煮。哦，他的说法是直接热气冲爽了就会香。你还是交给嫂嫂煮好。要听纯丽姐。要。那个盐巴再拿一点点。盐巴来。好，记得是盐哦，盐哦。盐哈，那个一点点。不是糖哦。糖也要放一点点。你有事吗？刚刚这是假动作吗？对，第二次是假动作。好了，同目标多，同目标多了。好了。所以好，俗话说得好，周盘呢不能够有2个女生。这个有超模啦，没有人在理你。有，嘴太佛嘞。他蛮贵，你就不要。马上去见了哈。我们阿花姐，她都很厉害。几点都不给翕啊？哎，记得动力很看，翕係翕，那炒菜係炒菜，向起就溜點，菜圖沒就溜點。基本上他不知道我講什麼。對。哇，等一下好了就给它盛进去就好了。嘿啊，反正吃进去就对了。胡椒粉，等下追木。要先标用这个，好不好？我钱你不要再吵人家了，你过来吧。胡椒粉我标哦，等下。胡椒粉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。哎，胡椒粉拿来，等一下忘记。我会忘记，还会记得。老师，我觉得我们赢了，因为他们把那个有没有？哎，你们炒成冬粉哎。不能吗？这个是粗的米粉的。对啊，有加胡椒粉吗？有试吃吗？哎，要来。盐巴还没加，盐巴再加一点。有试吃，一定要试吃，这个味道很重要。哦，等你过来才试吃。好，你吃。那个现在可以先加这个。我再会听哦。那我们先搅一搅。太小了啦。好，先搅一搅。啊，刚刚我收干了。我吃一口。看够咸啊！哎，冻 Q 呢？这个应该用剪的才对哈，刚才没有剪断。因为他说是剪啊。哦，剪豆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吃吃看。有给你加给。有。试试看。假使记得有劲挂就炒落去，他们胜算会有。试试看。你是来加巴呀？盐巴。那个什
什么嘞？盐巴要再一点点，啊，盐一点点巴。，那你吃吃看。好，没有，他刚才也说不够咸。因为我吃比较咸，不敢放。那你要加酱油吗？酱油比较好。酱油够了。可以，要饱，要，因为我都一滴滴。要匀。只听我润哦。等一下人家就够吃这一下米头，好不好？差不多了。哇，人家夫教粉龟头很重哎。就是要这样子，雪玲姐才给我分数。雪玲姐给你摸了。刚刚好。刚刚好。哦，太夸张，太夸张。2队是在比赛加胡椒粉的量。哎，这个就是要胡椒粉这么香。超。一听黑哈干硬，你胡椒粉加进去的时候，菜可以下来了。菜不要那么早，水还没干哦，热水。菜没有就多少了。水还没干，所以要开盖啊。然后这个可以下去喽。等一下那个等一下，不能等一下开。哎，那流动澎湃呢。哇，哪种嘞？要试吃吗？试一下。来，叫一下叫。哇，终于换我们丽纯姐了。纯丽姐。终于有画面了。差唔多咧，来试一下。差唔多。可以吃。唔得有汉堡。剪一下。可以了。要像意大利面这样吗？剪哈。你不要弄到半锅。好中效哎。真的吗？有汉堡。冇喊。那公演许多汉族的哈豆也姐姐。好。呀嘛哈。哎，好相信我嘞。太大吃了。等一下我就先不。只听我叫准哦。2餐的量到夫教差不多嘞呢。哎，夫教可以去係杜好誒，你家下持續係夫教係杜好誒。好啦，那我們先倒數哦，哈。叫準哦，只聽我叫準哦，冇做動喊哦。好。先從馬上來倒算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嚟試試看下最杯米罐，哪一部開炒米粉，卡沾到咯。哎，你客家人最經典的炒米粉，是最客家精神最看兩個，故是等下食落去，馬上感受到客家魂，那就是對的了。好，來，先來吃一下我們紅隊的客家魂。好，傅明姐緊張咯。來，客家魂，看會不會吃下去就不會講客家話。好。客家飯。你動它，客家人。真勁濃厚實。真勁厚實。厚度厚實。哎，所以呢？我看看靜心多不夠好，就知道好不好吃。厚身嗎？总合适。冇呢個。客家魂的米粉，因為佢剛剛講到點樣睇佢客家飯，濃厚實。好啊，風水也感受到該勁怪香味。對，就是比較少都炒米粉傳統的地位都不油。而且很清爽。但是南水的也偏厲害了，也是要感受一下我們的客家魂。來。哇。係那種傳統嘅口水。米粉本身就冇葱樣，粗細不一樣。鴉片還是油，韓國鴉片哦，長得又哈乾又含笑，不明顯知道。兩片就按好吃，我們的比較好吃吧？啊，我們的比較好吃，因為我要客氣一下。你怎麼改口了？不是生意，係啦，唔是生意啦，吃到牙跟下風吹較好食咯。係啊，人家就吃到嘞。對啊，你就吃到嘞。當然幫我攔嘴烤。阿爸真吃哦。奶炒的暗合食。哇，很寬記。家下吼，南厝地道係熱粉，風厝地道木粉，不過最美嘅選擇形容俾你大家來看哦。緊張了都帶神奇很用班呢，師傅上學生嘛。來，風吹搶本分數。哦喲，慢粉。按吃誰？哇！哎，這個很頂標了。因為等下吼，南厝每日天愛慢粉掌握有地位樣哦，來緊張刺激，阿花姐來仔細看好了哦。南厝搶本分數。
甚至显得公平哈。好，用煮到当好时，你片呢，迄香菇就变到，哦，就个香味种就出来。啊，你片呢就个芹菜个香味，哦，那就熬到，还有个湿润个口感，用煮到当好时咯。哦，小戴师傅对着阿花解说。优点全有，就是个香菇啊、虾米啊、米粉全部会重造。好，不过俩推放推多一份，因为个饭挂个甜味出来，不过一点点咸盐个咧食油黏。每一条米粉做的是着个饭挂味道，加袂还好食。啊，俩片咱推因为一点点缺点啦，唔该胡椒粉。一点点重到，三破千害的，应该取到5块哦，也很会油炸的啦。哎，我们都有试吃，应该取到嘟嘟哈，有一点盖掉其他味道，因为会有一点辣口。啊，不过你用做正经做的炒米粉呢，对我你客家嘅米汤，客家嘅炒米粉就一等站的，成绩已经出来耶，马上出来颁奖嘞！比赛正经哈，刚才呢6位开始有火药味的时候，哎，可是正经比赛就结束了，感情很好，成绩已经出来耶，等下呢2队都可以得到6分，2队都是第1名。恭喜！先来恭喜凤翠得到1000元以内约会津贴。哎呦，按比赛恭喜！好，看下故手2片咪系得到。1500Q 嘅菜市场津贴。来，现在我们欢迎我们今天最多斜杠身份的傅明老师，礼拜了参加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几个心情用班老太太分享一下。啊，张凯师哥哈就带着懂期盼的心情来参加。贴了什么制作单位本来按的计费来合作炒米粉，安尼请什么什么他家有没有安辛苦什么哈，就去支持。对了，傅明老师最近懂厉害，给他时代海老公，这是他人生第1拜驻炒米粉啊，第1拜啊，就可以得到老师傅的肯定哎。该不会第1拜就是丑本给安补啊？第1拜还给结婚噶哈？我前几年的第1拜啦，真的懂厉害。安妮莎都来了，好。金星哥礼拜来参加的心情用版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我们炒米粉也是很少啦，在家里平常都很少在炒，这也是一次2次的经验而已啦。像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全家来这边，谢谢大家。来，再讲一次你最会讲那句客家话，叫做你对明珠讲中吗？给你讲。哎呦，给你讲。是什么米？害羞了。那个灯关下来，没有光线的温室，它会比较爱得了人家的，这都6分呢。哦，那看一下，把 cam 俩嘴哦，根本啊发只有虽然没哈干烟，但是我觉得你是今天最有客家精神。他是客家媳妇。对啊，我那个哈，今天真的很高兴啦，第1次来这边哦，真的很高兴啦，怀着一颗心情，很高兴的心情，回家我就可以回家去那个什么。去展览的时候，哦，我到电视台录影，一点的啦，对，好，谢谢大家。什么音？孙丽雅在老台分享一下。我昨天晚上就很期待今天的录影，所以昨天也没睡好。一家之主，参加懂关系，你最好玩的是哪个环节？猜猜看，你讲我猜。还想一下，哇，徐梦2、3年，好，谢谢。2岁都表现都很好哦，贴片呢发现到好朋友来参加直接，前半呢一起来切磋，后来呢一起分享喜悦。哎呀，分享快乐时间就只有好朋友之间啦，所以欢迎大家共下都报名参加比赛哦。冇错，不管你係唔係客家，你想有客家精神、客家本、客家朋友都歡迎你共我來參加。一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再來了。